嗨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为你介绍这款游戏《太空战士15》。我刚 download 完没多久，试玩了一下，根本就把我梦想中的《太空战士15》搞得这种不伦不类的，弄得跟丧尸之战、猎王一样。明明这是不同的风格，太空战士明明是 RPG， 你弄成这样，我没有办法接受完全让我刚刚玩了一下，有点崩溃。看它的野外就是像这样，每一个保护罩，因为新手就有保护罩啊，它根本就已经跟丧尸之战一样了。这个叫太空战士吗？这种从小玩到大的太空战士，看到这样会想要玩吗？我已经快要崩溃了。可以把我的太空战士还给我吗？你弄成这样，我要怎么玩？好啦，这个就是在 Play 商店上面下载的太空战士，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我没有办法玩下去了。这款游戏就让它自己好自为之，自生自灭吧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